住咗喺英國咁耐，當然要揾下呢一度嘅 local tea room 去食下飯啦，咁樣先可以感受到佢哋嘅飲食文化噶嘛。呢一間 tea room 咧係有自己嘅 farm shop 嘅，所以佢哋嘅食物咧係比較有質素噶。咁我哋咧就嗌咗一個 carbonara 配薯條嘅，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愛爾蘭燉牛肉嘅。咁佢嘅咖啡咧都相當之好味嘅，你見佢個拉花都知道唔錯啦。咁我當然係食得好開心啦，因為個麵包都相當好食。咁個環境咧都非常之優雅嘅，真係好似一個傳統英式 tea room 嘅感覺。舒適嘅環境當然幾好 hea 下啦，再加上咧佢哋嘅佈置都非常之優雅嘅。咁佢哋咧自己咧有自家嘅 farm shop 同埋一啲新鮮麵包賣㗎。呢一間 tea room 值得推薦啊！